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港島叮叮車5月12日起加價，成人 3.3 元，長者 1.5 元 Visa 信用卡可減1元優惠。港島居民及叮叮迷要留意，香港電車公司5月12日正式調整車費。所有12歲或以上乘客的成人票價由原來的3元增至 3.3 元，加幅約1成。小童票價由 1.5 元上調至 1.6 元，而長者票價亦由 1.3 元增至 1.5 元，加幅達 15%。不過，現時每月260元的電車月票則維持不變，未有調整。這次加價是自2022年7月以來的首次。政府表示，加價是基於電車公司當前的財政狀況及未來財政預測，認為調整屬合理範圍。加價後電車仍是港島北岸最便宜的交通選擇之一。Visa 信用卡乘車減1元，優惠期至5月底。為配合加價，電車公司亦推出期間限定優惠，即日起至5月31日，凡以 Visa 信用卡繳付單程電車費用3元或以上，可享每程減1元的優惠。唯優惠不適用於公眾假期、節日及其前夕，以及商戶指定日子。市民宜提早查閱詳情。實時鴨即將登場，預計第二季上線。電車公司亦宣布，預計於今年第二季推出全新流動應用程式，提供即時電車到站時間及服務資訊，提升乘客出行體驗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